南投草屯的复兴里，这个行刀科甲行心的技艺竞赛真受欢迎，大人囡仔拢会当参加，做伙来感受到行棋的趣味。比赛一个话开始，各组的选手无分年岁，伫技艺竞赛中交流，要拼输赢。它可以动脑袋，然后去思考，然后你要让它连成一条线，就是要看它哪里有一条线就可以连起来，这样才可以。我带我的孙子啦，还有小朋友一起参加，大家用脑一下，但是没得奖啦。无得顶嘛无要紧，草屯镇复兴里特有的行刀科甲行心技艺文化，一年比一年较精彩。若带你来时代，等于到囡仔时代感受行棋的趣味，嘛有愈来愈侪社区甲学校来传承这项技艺。阮的尽量推荐甲各社区拢有去叫咱的老师去指导无论是输还是赢，参加的选手互相交流，拢期待后一摆参加比赛会当愈行愈好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